我係黃浩光牧師，今日嘅經文係《使徒行傳》第19章11到22節。保羅第三次海外佈道嘅旅程，逗留喺以弗所係有一段長嘅時間，有2年多3年咁耐啦。喺呢段日子，信主嘅人日有增加，到一個地步呢，整個社會以至靈界裏面都感受到震撼。第19章整章都係講以弗所，係有佢嘅代表性。保羅傳福音除咗講道辯論之外呢，仲有神蹟奇事。路加第11節用非常的奇事嚟形容神藉着保羅行嘅神蹟，係非比尋常嘅。保羅嘅侍奉好有恩膏，甚至手巾同埋圍裙放喺病人身上，病就好返，惡鬼亦都出去。有啲病人病到冇辦法去保羅嗰度，或者住得太遠，所以保羅冇辦法按手喺呢啲人身上。但大概保羅按手係喺呢啲嘅手巾同圍裙上邊，然後拎去俾病人，就按喺病人身上，病人就好啦。呢啲情形呢，今日都有發生。大家記住呢，並非呢啲手巾或者圍裙有乜嘢特別，呢啲只不過係一個信心嘅接觸點，讓神嚟工作。呢度講士基雅嘅7個仔念咒幫人趕鬼。佢哋唔認識耶穌，但聽聞耶穌可以使到鬼離開人，就嘗試用耶穌嘅名。呢7個人並非有虔誠嘅信仰，佢哋為咗萬無一失，隨隨便便去念一啲咒，或者奉某某人嘅名去講鬼。點知佢哋要講奉保羅所傳嘅耶穌呢？點解呢？因為耶穌呢個名係當時係一個好普通嘅名，好多人都叫耶穌。而佢哋聽聞保羅所講嗰個耶穌咁厲害，就照板煮碗，好似念咒語咁樣咧，噏耶穌嘅名出嚟。結果一啲用都冇，個鬼反而話耶穌我就識啦，保羅我都知道，你哋係乜誰啊？從呢句說話，我哋可以知道，我哋奉耶穌嘅名去醫病趕鬼，如果只係念口簧，好機械化咁樣講出嚟，係一啲用都冇嘅。奉耶穌嘅名係代表我哋同耶穌嘅關係，呢7個人根本冇信耶穌，跟耶穌一啲關係都冇，所以佢哋咁樣噏一噏就冇嘢發生嘅。換句話呢，耶穌唔係受人念口訣咁樣嚟控制住嘅。呢件事好影響以弗所嘅人，主耶穌嘅名從呢度呢就專大啦，好多人信主，連嗰啲行邪術嘅都歸正。呢啲行邪術嘅，比起路加第11節講神藉着保羅行嘅非常嘅奇事，佢哋知道係冇得比嘅，於是就放低佢哋行邪術嘅嘢，將啲書堆積起嚟焚燒。呢啲書價值一共約有5萬塊錢，等於當時5萬工人一日夾埋嘅工資，數目唔細嘅。但咁樣正反映出呢啲人真係悔改。今日有啲人用金用玉做一啲偶像當作係首飾，但信主之後呢，呢啲偶像要清除，但由於用金銀珠寶翡翠嚟做，如果肯去清除，證明真係真心悔改啦。以弗所呢啲人肯去燒咗呢啲貴書，證明佢哋真係悔改。但凡一啲跟邪術有關嘅物品，好似書偶像等等咧，最好用火燒咗佢，好過咧掟入垃圾桶嗰度。當時保羅有意翻去耶路撒冷，然後從嗰度去羅馬。佢一直想去羅馬，因為嗰度已經有教會。雖然咧唔係佢設立，但係佢都好想去探望一下。好，我哋祈禱，神啊，求你感動好多信徒，如果仲收埋有一啲偶像嘅物品，就要拎出嚟燒咗佢。唔好俾魔鬼留地步，奉耶穌基督嘅名祈禱，阿門。